1400公里，独自一人徒步穿越，没有人烟，没有后援。世界上最顶尖的探险家都是选择纵穿香塘，极限60天，而他想独自一人80天横穿。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程？在这里只属于你的荒原，你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。人生能有多少天是按自己的想法活？